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嘎啦耶，嘎啦耶耶，他们俩的声音有点相似，像声线对吧？对。他们俩就是刘欢和李健的这个学生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他和李健的那种书生气啊，那种气质比较像。你说还真是。